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艺术，人家讲艺术係一種人種嘅人生嘅一種濃縮，但是呢，唔係講每一個人有機會去接觸到我哋藝術。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來自葉公山書法藝術學會嘅一個總幹事徐慧琴，我哋徐總幹事來到我哋現場，佢可能分享講，做乜當初葉公山嘅書法藝術學會，而愛把而家嘅展覽可以睇沙期同沙期結合，同時把一種藝術的一個種嘅種一睇沙期，我哋馬上翻嚟今日來賓，我哋徐慧琴總幹事來到現場，徐慧琴總幹事好，主持人好。我呢來自美濃的徐慧琴。我哋首先歡迎我哋總幹事來到我哋節目，我想請問一下嚇，當初做乜我想成立嘅葉公山書法藝術學會呢？哦，喺民國101年以後嘅，因為我哋地方上藝術人士呢，感覺上我哋美濃嘅發揮、書會嗰度冇立案呢，因為有嗰度冇辦法通得到，因為感覺上有嘅。地方上我以為咧，個要法律啊，你消費來重新來再開始啊。哦，嗰時幾時節都想到講用一種真實立案嘅方式，好來算是一個從政府去登記一個真實的一個學會來成立入嘅葉公山嘅書法藝術學會。幾時節一開始咧算是發現係乜嘢咯？當初我哋咧就楊宗信先生。伊本身就喺立山那度，喺做呢會員。因為都有請地方嘅，因為地方上人士來講，來求一個呢新的呢學會。伊都一書才發去邀人。可是伊即個本大陸對藝術來講，佢有興趣嘅一定因素嘅。錯。咁幾時節咧，反正我想過，我用葉公山有咩名嘅咯？其實葉公山係咧美濃最高嘅山，也最有名。因為我哋翠羅杯嗰度呢達標嘅後生喺度咧，也上前嚟講，而幾來美濃嘅天咧都看到我哋葉公山，因為感覺上我哋用有個名啊來有18回歸地方啊嚟。咁係咪同人哋總幹事同人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譬如講今日已經差唔多到第6屆、第7屆嘛，嗬。咁呢屆來嘅一啲理事長啦，還有總幹事啦，還有一啲體育做嘅事情，同人哋觀眾朋友講一下好嘛？第1屆啊，我哋理事長係劉蘭英，因為總幹事係楊宗信。因第1屆啊，然後其實也有請過到我哋知名啊啲藝術家。像我哋劉鳳祥、黃錦昌，因為何文琪、林先雄嗰度，那就第1屆咯，因為也初創嘛，因為都開始要第1屆出來辦嗰種活動。將要派咧閃閃發亮，因為講美濃嘅紙紮嘅，看咗咪沒落嘅，加嚟派咧閃閃發亮嘅紙紮嘅比賽，同佢。感覺上以後嘅上眼哋投資嗰度咧成績下意，同佢冇嗰度嘅安尼形象冇成功咩幾好啦。因為103年也都一直其實派咧五懷境界展覽，五懷境界展覽過後，我哋就出嚟一本書也五懷境界因為以後嘅啲總幹事各有安尼想法。伊還有派那啲乜啊，美濃嘅先賢那啲老畫家，伊安尼畫作嗰度，後面俺哋提書寫起來，重新嚟提展覽出來，展覽因為又提演繹嘅畫冊，也就我也就畫冊嗰陣也第1屆也實際上就做到幾好，因為過後來因為理事長講啊，伊做1屆就好嘅，因為就第2屆就揾那啲莊美蓮先生。莊美蓮先生係咧岐山咧沙灘啊啲油畫先生，伊係都講下講好咩，跟住就接下來，接下來也就一下就有黃永生做總幹事，因為做一個可能有乜事情啊，兩位，伊就問王建博，王建博係咧唔係我哋美濃人，係咧太屬於邊的人。
也就天一屆也喂，天一屆结束过後咯，就我那呢莊美蓮先生講啊，喺咪講啊重新選過，當然咯，因為非唔係成立唔係改叫，因為需要有人來帶，故在第三屆啊莊美蓮先生又重新再擔任理事長啊咧，因為第三屆理事長呀咯，一眼呢就派呢乜嘅。美濃親子美術比賽，一啲同富人機構合作，同那沙企嘅合作嗰度派嚟啲美濃富人機構派嚟現場嘅寫生比賽，依家又派嚟唔乜查啦，因為依下去世界也都講啊，要派嚟展覽啲美濃安尼高雄嘅客家文館派嚟展覽。因為展覽嘅作品呢，我哋就以那呢意在美濃揣摩一下，而家就有個作品。因為意在美濃嘅作品哦，因為我哋演出嚟啊，你講加入嘅經費過多，因為我哋客家就嚟飛人，對地方人士嚟落錢就嚟認購，因為我哋也就當初也目識到喺度錢啦，人都講將要嘅錢。加2萬人用啊！你就根本美濃區公所做啲慈善活動啊！因為去世界過後，咁美濃市場做2屆都做唔到聯誼咩？你就揾那啲李淑珍做理事長樣咯，佢本身也唔係客人，當然佢不是啲美濃嘅發通，佢。做理事長去了以後呢，其實也想法過多，也就邀請過多呢非務嘅顧問，像企業適合嘅頭家啦，如果有錢嘅來做人哋嘅非務顧問，因為要請人哋藝術嘅個有名嘅先生來做人哋藝術嘅人哋指導，像人哋張孔文啦、郭方中啦、黃之鋒嗰度。也對攏是高雄攏各有名嘅呢，也人哋出來講啊，就潘發通，人家個嗰度啊，高雄也係其他地方潘人哋展覽，本來你客家地方人哋美濃有咧人哋一講成書法嘅，到第5屆過後，蘇震理事長呢以下任嘅，以後嘅本身也睇期間人家就。同美濃先生做理事長呀咯，我就做啲總幹事。一直做嘅都2屆才做6、7年，6、7年過到喺度，安尼李淑珍安尼理事長下任呀咯，就講家重新嚟選過咩？佢就講家客家講家都推我做理事長嘅咧，我就做第6屆理事長，佢就建築第6屆。因為一出同開始都已經有12年嚟啦。嗰時我前2屆，算是前2屆做總幹事，後來就做理事長。好，嗰時人家應該係邱慧琴理事長。好，因為從咱嚟講翻來，其實按你等於如果我哋一共產書法藝術學會已經成立到嘛咯12、13年嚟呢，吼。因為從頭一開始講，因為一開始嘅時間，如果因為美濃地區冇一個正式立案的一個協會，但是你講你這個立案以後，你真是都可以，你真是做嗰種事情，唔單止講有展覽吼，然後同時嘛出來很多嘅無窮樣嘅一個算是發洩啦，吼，甚至講頭都已經講到嘅美濃現象的一種展覽，同時嘛有出嚟一本書，好，嗰種從也按你一做以來講，因為從展覽一件事情係唔等古天名人會做咩？其實從名人個人有嘅存這樣啊，我哋弄個派100不同。展覽當然我哋名嘅都用我哋攝影上色話啲名嘅嚟做啦，像我哋福來啊、龍騰福耀啊嚟嗬，我哋用個名嘅。假使係咩講個人咧，我哋都用我哋各有意思嘅，將我哋美濃風情，嚟講用其他名嘅嚟玩啦。因為我哋一年一土地啊，你同沙期同沙期結合。第3期發動仲是潘安尼
展览，当然伊咧期间唔要过长啦，差不多8月左右安尼啊。当然咧颁发动了呢，俺哋会宣传，因为俺哋会写春联送俾咱哋沙溪嘅民众。等于讲啊，咱沙溪嘅民众来看下展览，同时又可以拿到春联吼对联。咁我想请问一下讲，譬如讲人家非人地步，嗰种我哋爱参加一個展覽嘅話，啲有乜嘅限制冇？還是講一啲人可以拿出一道嘅作品，然後天然都講咗頭都有講啊，嗰種講啊人睇啊人咧客家文化講嘅話，可能都會有一啲主題。好，咁你平常冇主題嘅話，係用嘅去隔天度，我哋點樣拿出去嘅內容係哪一種？其實像每年嘅春節展覽，其實我哋就參加非禮拜。我哋都提講啊，假如我託佢哋2件或3件出教官滿意嘅作品，出嚟參加我哋沙溪嘅。因為喺教師講啊，啲客家文化館咧就展覽，也就因為對外嗰種嘢我哋參觀，嗰陣我哋都講以採集性咧，像美濃嘅風物、攞東西、攞建築嘅度嚟做主題啊。有一啲在地嘅心啊，嚇，你睇下人可能地步都嗰有我哋講共鳴啊，嚇，哎呀，乜喺動物嚟喎，或者乜喺我哋以前西上府嘅河壩呀，嚇，有看到我哋主題性嘅事情，我哋啲民眾朋友哋可能時，如果有一種，我想到，哎，同我哋都隔壁嘅一種嘅事情嘛，嗰就等於講我哋啲非人，而即個可以去託，而即個認為講。最好嘅，冇得講已經因為做最好嘅作品，拿去做展覽做嘅。因為教授喺講廿擺嚟展覽嘛，有啲像啲沙灘啊，啲安尼上課嘅學生嘅，現場都嚟講啊，跟廿擺花馬嘅我哋偏向我哋展覽嘛。我哋都提供其實也要一啲藝術學費地位，唔單止講喺外地過日好藝術嘅人強下來，也要一啲地方，同時一定要把藝術帶入外地嘅沙溪。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買個度過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美農業公山書畫藝術學會嘅許慧清理事長來到嚟現場，就分享講，當初做乜我成立業公山書畫藝術學會。我想想問一下，因為上一節目地位有已經講到講，我哋咧非人地位可以即個都可以托出1-2件，可以即個佢滿意嘅來參加我哋咧展覽。可是我想問一下，因當初我哋咧學會成立時，意味講希望講美農地區有一啲算是正式立案嘅一啲學會嘛嚇。那同時啊，生意上人啦嘛，反正真係攀嚟嗰度發通。但是有一啲民眾來講嘅話，我想講將來嘅學會地位。而即個有開設課程本，他願意參加冇？100年嘅我哋學會成立以後，我哋就有成立嘅書法班。而感覺上，其實參加嘅東西啊，我哋一定要有一個程度上嘅提升。嗰時我哋都請一個宋文賢先生來教。其實宋文賢老師係咧我哋美農出身嘅。同佢也書法寫到施文鳳，因為提安尼台灣嚟講啊，佢算佢知名嘅，也有做過呢中華紅道書會啊呢理事長，已經喺度啲頻道，同佢錄看咯，阿爸就限啲美農，嗰個咁每禮拜一次過嚟1-2擺，用我哋都嚟個強調欣賞嚟做我哋嘅書法嘅欣賞，同我哋聽咪提升我哋嘅學安尼實力。咁後來係咪要加其他班咯？其實我哋啲畫圖以前就加啲奇面沙灘，因為油畫班，我而家就非人加提示嚟學啦，嗰時推示嘅一先生一開始也關鍵係咪同人哋教，因為你乜展覽，如果同人配合，講緊100花墨嘅，100花墨嘅，因為過來過後也1-2年，去年就開始，我哋約啲顧先生，顧先生來教，因為顧先生係咧一啲
专门画现场油画的欣赏，也功力过深厚。哦，今日也可能要来，也是来参观一下来书访问。伊都来同俺哋提升下嘅飞人啊，你的绘画的程度，改变俺哋的绘画概念。譬如講，每啲人嘅長途冇層淺淺冇共用啊，有啲人可能公辦一些人揀嘅吧，乜個都唔會啊。咁從入唔單止喺書法班嚟講，網絡講啊，定喺油畫班嚟講嘅話，而家家開辦油款長嗰種油款嘅長途嘅歌片嘛。其實講起來哈，俺哋咧書法學生宋老師哈，也功力實在也好，以俺哋咧學生嘅地位。有的會有30-40年呢，哎呀，寫書法寫30-40年呢，也有20多年呢，也有10多年呢。啊，從我嚟講，我就冇寫過。啊，像韓世也就18寫太師嗰啲。可是我哋嗰段咧冇學過咯，佢就從基礎開始，啊從橫畫、實畫哦，從楷書開始，伊就悄悄咪就能教啊。嗰時對伊來講嘅話，其實你要長途樣嘅一路可以去教一啲。好，咁油畫咯，因為油畫有時有啲人都已經畫得到啊，你講嗰個人都畫得幾厲害啦，啊有啲人可能連唔點樣嘅去過上去話唔識，咁對先生來講嘅話，我要教學困難喎。其實我去參加一位古老師嘅寫生班咧，大部分家家有講學油畫過嘅，家家都有啲基礎嘅啦，嗬，從奇美沙太嘅油畫班過來嘅。當嗰度走來先生嘅講法，先生嘅教法嚟講啊，其實也就加工唔夠。先生希望教啊嗬。恐怕嘅個學，重新教嘅啦，有嗰種聽人教過嘅，有時喺觀念上面調唔過來，改唔過來，嗰時等於講，嗰種要聽冇聽過先生嘅話，其實更加重新聽古先生來講嘅話，其實入去觀念啊上面來講嘅話，都個地都聽到入去呢同係行業部分。錯晒。咁唔知個呢件嘅係算是理事長嘅啦，嚇。唔知個以前嘛做安道街嘅總幹事，有部分想請問一下講，咁未來呢，一共上書法學費有乜嘅打算冇？呢個有乜嘅新嘅計劃？其實來講啊，一共上講係改後生啦。講我哋理事長也去加嘢，啊10空人咧，比唔得攞比講啊，上咗以後加10年。嗰陣我哋係學習咧，行喺加強嘅地方係斯文多啊。要見嘅，我哋最主要就係一啲提升我哋咧，學我哋飛人啊，你飛花同埋你書法嘅功力啦。因為其實我哋咧有種學飛咯，見到增加嗰度嚟，因為佢葫蘆雕啦、入樣。因為安尼懶，樣樣要增加咧懶，嗰陣係變得我哋消費加上個多元化嘅咧。有部分想請問一下，因為開始嘅時間，所以有消費當初愛揀啲消費嘅地方，唔知個本地我有一些作品咧，能可以揀入，還是講唔是應揀入啲地方能過來紅咯？其實我哋冇限制啊，你啦，從唔曉得畫。唔曉得啦，而家可以種贊助嘅飛人，當佢而家冇作品可以上啦，而且展示嗰種偶然嚟用嘅咧，因為喺曉得畫咯，我哋都會盡量講下睇我哋書法班，也講下油畫班，學一段時間，因為一站南人啦就托過好嘅作品出嚟咧。等於你講有錢出錢啦，冇你講油畫都出畫啦，咁等於你講我今年我參加學花飛嗬，我即個嘛可以對下花飛地步可以是學習即個嘅，譬如講書法啦，譬如講油畫有部分，但是我一次過上門咧，你講理事長唔當初喏，我接觸到書法同油畫咯。其實油畫係做人，因為本身。對下對我哋有冇乜嘅個太觀念啦。因為而家奇美沙太派成立嘅油畫班。其實我太太對下畫係高有興趣。咁就幫我做起咩？做起咯，因為我冇報名啊，人哋要上課啊，就去落去運通啊。因為
太太呢都我哋下課都同佢講啊，嗌佢報名嘅啦。其實那要報名啦，嗌嚟電咯，因為嗌本身可以個單純樣嘅，嗌都唔掂啊！咁報名就嚟上課咩？唉，因為嗌都停落嚟上課嘅，上課嗰陣嗌到邊樣，嗌係咪寫這樣嘅？都是做醫學期啦，就也都油畫方面啦。咁因為現場有帶到你這個油畫同人哋書法，書法喏，書法係那乜事？書法就按照到101年之前啊，就前一年都學油畫，因為書法就按你發揮成的要嘅，因為發揮啊你總幹事啊、楊忠信啊，伊啊都同我講啊，按你書法班啊，伊咧欣賞清等真，你講宋老師啊，可是我哋學嘛，因為因為咧是唔曉得寫。所以題目筆啊，只曉得安尼寫記啊，暫時當然唔會啦。真是一寫到嗰個是冇可能的啦。啊講按電視角度來看什麼，結果看到真是欣賞安逸真高，因為唔係個長途伊攏可以搞啊。有啲人記什麼呢？伊嘛想都可以同改，可以同搞，我認為改進。要像安尼冇寫過嘅人，就從頭開始。我從來想講，其實我哋歷史上講，這個冇寫過冇捌過，我是想我謙虛啦。因為像有台灣人啊，吼，伊這個講，伊更加係重新拿筆去寫太師，冇重新拿筆去畫油畫來講啊，怕伊可能都畫唔出樣嘅。以前係咪有都是有帶嘅咯？這個講帶咯，迄個是講個畫圖，韓式當然都會畫描，因為。韓式啊都各有興趣畫油嘅模誒，當然那不是油畫啦哈，因為從高密室、少密室課的，我畫條素描條咩啊，畫現場講唔好空，點埋不空哦，只有多安尼啦，因為書法都講韓式啊，外國都是做欣賞嘅條咩哈，願意接觸書法嘅條，我同佢講嘅那樣嘅。我唔係必本嚟，就個人呀，就也冇乜嘅人教啊，就最後你寫嘅就拿對寫春聯啦，就寫出家春聯仲可以吧？可是等於如果以前萬世時節，只對畫圖一件事情係有興趣嘅，同時咧寫太師一件事情，應該講比別人來講就有一些大啦，就同我講這個話可以請一下對聯嘅吼，嗰時其實大已經有一些，但是幾難得嚟講，我覺得其實經過咁多年吼，你萬世都見過，其實100人一年都可以試一重新寫太師，100人一年重新畫油畫一件事情，其實我中間討論研究嘅，但是對一件事情，用廿乜過來吼？書法其實改多啊，你學問啦。一筆一畫，因為我哋見宋老師同我哋講嘅就就講一定要有筆法。我要章法，嗰陣我哋就睇到將我哋同楷書嗰度，行書、隸書，我哋就一步一步安尼咯，就多啲咪用草書，就寫從有嘅就我哋就以行書嚟寫因為講啊，像畫圖，其實我哋睇油畫班也好，其實我哋唔係課班啦，啲先生嘅教法就講啊，盡在你就老人家。高成似樣嘅，就拿個相片，一個人的畫本嚟去填嚟畫嘅，其實依家唔算畫啦，應該是講依係咧填畫，真是唔係講啲畫圖啊。因為起初我嗰種人，其實我哋也可以畫嗰槍，畫顏色咧就色順咧就可以講嘅咧。其實我哋也唔係有人去買的話，要買嘅都係買的呀，因為過來求人嚟接觸人哋嘅顧先生用新的觀念嚟同人哋改變，也就用帶人哋寫生。其實寫生嚟講講嚟個簡單，其實也冇簡單。係啊，真是冇簡單嘅，係啊，係，尤其係種油畫嘅一種寫生，其實冇簡單。嗰時退休以後，對自己以前的一個興趣，馬上就接觸下來，我哋歷史中慢慢地行出這個一條路。休息下喎，我哋下段節目為嗰度個精彩內容哦。
翻过来，福起来。所以呢，节目我哋来自闽农业工商书法艺术学会嘅理事长邱海清来到我哋现场度分享讲，我哋嘅学会而办嘅法通吼。我想请问一下我哋理事长，像我哋嘅学会办安度法通啊，然后同时咪嗰度法通咪同我哋嘅社区做结合。从一度法通地方，你就该有印象过什么嗰种人啊，冇乜嘅事情。其实我哋办法通也好，我哋拢有宣传。我哋我份地方上嘅报纸，有一個我哋闽南嗰啲一工商雜誌啊，我哋會報講我哋闽南嘅展覽，一工商嘅展覽誒多來叫，要提點地來，要請我哋上前嚟同我哋幫助。因為我哋展覽下咯，我都感覺上有啲李登華，我哋先生嘅我哋阿哥，李登華嗰啲知名嘅你。水彩畫家，也講到每擺展覽，我哋展覽也係做停落去。每擺因為我哋啲場所冇停，我人人哋福安，喊人哋講得，再過來有啲量多，因為出停落嚟，有人一講上報道，就每擺都要停落嚟看，因為有啲像我哋個好書法邊咯，像叫那年有啲副群燈，而每人會帶筆記去抄。伊講假有先生樣，伊攏朝看得大滿認真。等於如果其實安尼展覽吼，唔單止講可以幫我哋嘅社區嘅民眾可以去接觸到我哋藝術本質類嘅事情，同時嘛，我真的是培養個幾多真係愛好藝術嘅人。因為其實像闽南算是我哋客，算是六隊的國泰嘅客家種，但是闽南到高雄市還是有一團啲這種視察嘅啲時間，咁講每擺愛去到高雄市看啲藝術嘅展覽嘅話，其實真是花幾多時間，有啲人根本唔想到愛去啊，人都唔想去啊。嗰時等於講，我哋有把些社區地方判斷安尼嘅展覽，只是我幫我哋社區嘅民眾有一啲機會可以看到，算是名家嘅啲作品。其實我哋每擺展覽哦，我哋邀請嘅。安尼先生哦，像顧問級嗰度，攏台灣知名嘅，像宋文賢啦、黃之鋒啦、詹坤蒙啦、莊一發，因為高方中嗰度吼，因為李國陽嗰度，攏台灣全省有名嘅啲書法家，畫家嗰度都像顧先金嗰度啦、廖鳳祥嗰度，何文琪嗰度，嗰度攏地方上專門有名嘅。我哋我邀請人來，同我也是講鋪分嚟啦。因為台風人咧期間嗰度人哋非人嘅作品喺度，人哋就插落嚟，其實都可以讓講人哋闽南嘅鄉親喺度可以去講感覺比較上讓我哋冇相同。從幾多人頭都有講到，其實你幾多嘅飛人吼，尤其早期啦吼，你飛人地方油畫部分係聽我哋奇美沙灘上嘅嘛吼。咁從頭都有講嘅奇美沙灘地方，而即個有相關嘅展覽冇？其實奇美沙灘以嗰時候辦法同價格辦成果展，一年我辦100到200，而成果展就講我家前嘅地方，就話你油畫版。某個版嚟家家做一展覽，當喺期間嗰段。因為我記得講，伊差唔多睇有一年咧，人有辦咧，伊哋個貼喺咧講那種提名中日拉嘅，嚇啊！幾擺喺新聞嗰地方都講到講，哎呀，擺用人哋咧書法版題嘅詩，我哋陰陽版也俾相片，書法版題嘅詩，然後呢油畫版去畫嘅圖，係咪同啲觀眾朋友說明下講，佢係點樣嘅情形咯？其實沙灘啊，每年家個會做年曆嘅，同我哋做年曆嘅嗰套形式都冇相同。像有啲地方嘅東西啦，就乜嘅有特殊嘅作物喺度，因為也講八八風災回顧啊。因為我哋咧油畫先生都講，咁你不是做你要冇做啊，用我哋油畫版嚟做啦，你一百年曆嘅咯。以後嘅高中我哋張正陽啊，張正陽高中都講啊，個好美。佢就話：安尼陰陽版去攝下度，安尼闽南啊高雄啊度附近啊啲露天房嘅露天安尼風景，人過來，因為就教本安尼12種，教本安尼學生嘅就畫，因為就先生都講跟陰陽來種安尼，
因为政府呢就做一个研究的，因为我都是讲哦，做研究啊，做过太些，冇米白做到唔咩个太，冇讲冇一种安尼输虫的加出啊，因为以下估计以后本来嘢都唔也别讲嚟嘢啦，不过睇米先俾电话啦。我发现到讲也真系一个嗰有意义嘅事情啦，因为最初同我哋一开始有讲到讲，做嘛讲，也俾我哋一讲上厨房艺术学会有作品里边，其实大部分都系来自于我哋米农本身嘅一啲土地吼，唔讲喺我哋咧算是东门楼啦，我哋咧皮塘啦，冇嘛嘅，可能有啲嘅风景，如我哋熟悉嘅风景，但是而家用一种艺术嘅方式嚟呈现呢事情，我相信对一度。接觸到嘅人嚟講嘅話，而會幾容易接觸到。第二講即係人以前咪有一排去中山體可以做展覽，佢係一種樣嘅情形。以後嘅中山體啊，喺我哋朋友嘅身上，以後是那裡系主任，啲系主任員工有嘢系主任嘅辦公室啦，感覺上佢空洞用嘅，因為都講教喺咩課外能夠提供花藝嘅教下咧。因為也意思是講，也咧強嘅錢啊，嚟中山太好嚟福建，因為江南人嚟掛，搞完一年過後咯，也我哋朋友啊，你時常都講，係唔係佢留下來，因為你喺辦咧就嚟感覺上牆壁上要窮嘅咧，故事一人都講，家私就凊彩啦。7隻8隻咯，因為當初嘅強係能出嚟嘅，有個嗰陣一樣嘅呀，想打隻買，安尼不然啦。嗰時我真係看久了都唔判得的啦，哈，看久了都唔判得一隻。咁幾時就係用奇米沙灘油畫板，還是用我哋一廣山嘅名嘅去展覽嘅咯？其實要將那咧3、4年嘅啦，用私人嘅名，用私人嘅名啊。咁幾時就係展覽嘅主題，個畫作嘅主題睇入去哪咯？他會也從種天空上嘅風景啦，好多啦，因為咧，咁而家海角七號的嗰風咪好，我去發現咧，因為像木棉花啦，因為像美濃啊咧，雙溪啊咧，瀑布嗰度哦，家家都畫得到咧，將基本人哋帶來發作，你講從一般嚟講嘅話，冇所有畫看可能你講個明亮啦，嗬，用色嚟講嘅話，你個講法嘅色。咁一般嚟講嘅話，唔知個大部分咧繪畫嘅主題係乜嘅呀？其實我哋研究下，我家家出去落去畫緊啲現場啦，像岐山銅廠，又係講啊東門樓，又係講啊啲總政府嗰度，花海嗰度。我哋都教出去畫現場，畫現場的這個東西擺一下，我就開始那條東西擺落嚟就開始用構圖，用筆那條太陽色是構嘅，就用色塊。因為古先生從我哋重新塑造嚟講啊，用色塊去畫圖，唔好用安尼細細講一些安尼描哦，伊講伊已經落伍呀，古仔已經改變了人的觀念，都講用色塊去畫圖，用色塊畫圖呢，很快就把幾個大的色塊結拼過後，再來用細部的堆疊，再加強它顏色。這個圖差不多，如果一般人來講啊，有的像台灣人沙灘講啊，2張頁、1張頁要畫一幅圖，要會差不多半天就可以 ，OK， 大致上就可以了。我在西部呢，我再加強一下就可以。睇節目嘅最尾啦，嚇，我想請問一下我哋理事長，你這個對未來有乜嘅想法嗎？其實我哋學畫學嘅10多年，你看下書10多年，其實我講嘅咧，我哋很早很淺啦。比起像我哋宋老師講，雖然下10多年咧，像下乜茶，同我比起30、40年嚟講嘅咧，其實也有一段嘅距離啊。咁畫圖就相當啦，因為見我哋開始都接觸下嘅，古先生呢就盡量講帶我哋嚟用現場嘅寫生，大塊構圖把畫沉得起來，將畫提升起來，你就悄悄嘅朝嗰方面嚟發展嘅。
当初因为希望讲，睇美容有一啲合法立案嘅一啲协会，嗰種人家共產廚房藝術學會裡邊一路立案嘅，但是睇下12、13年以來，我哋人家共產廚房藝術學會我哋會員，伊人唔單止把自家作品同大家人分享，同時嘛希望講我哋沙期嘅人睇錄下，睇自家沙期裡邊都可以欣賞到安精彩嘅書法。今日我感謝我哋理事長嚟到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休息下我再聽下啲時間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